我觉得台南也很热情，同学都很帮助我们这种外籍的，就是我们有什么不明白啊，他都会答应，都会帮我们，很热情的主动帮我们。雇主都非常好，他不会因为我不是台湾的人，就是可能是外籍，他们都会给机会我们去做。还有什么不明白，他们都会帮我们，感觉他们都很热情，很帮助我们，没有什么国籍上的差别对待。我是觉得台湾很安全，然后台湾人就给我了很多就是温柔的那个感觉，对，温柔的感觉。然后他们也对我们外籍生不会太凶，对他们就知道，这是外籍生，我们要对他好一点，因为他离家比较远一点嘛，所以他可能会想家还是什么所以他们也对我们很好，特别是老师们。我觉得台湾非常好，因为是老师跟同学对我真的很好，然后可能是台湾人真的很客气。我自己觉得很好，因为我们可以认识很多国家的朋友，就是这边有菲律宾、有越南、有印尼的，像我是从印尼来的嘛，所以我来到这边也会看到我国家的朋友啊。感谢就是我们来台湾，那中华医事科技大学还有那个劳动局的局，他们都会举办一些活动来帮我们，给我们去参与。这样，还有或许就是有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他会举办一些讲座，要让我们去听这样。我们107年开始其实就有境外生的服务哦。那其实孩子来台湾的时候，其实他们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困境，不管是实习遇到的问题，或攻读上遇到的问题，甚至是想家的时候，其实都会跟我们的承办联系。有大1到大4的孩子，毕业之后其实找工作，其实秋菊也会协助他帮忙，帮他评估说，哪个事业单位可能是适合他的，甚至是帮请事业单位打听说，这个孩子有工作上的需求啊，那你们有没有需要？国外的孩子等等，台南很特别，就是我们整个的境外生服务其实也是结合移民署，包含他们的一些路径要注意的事项，还有我们一些劳动权益，其实我们就是整个整合式的一个服务。对，那其实在服务的过程中，大家也是蛮有成就感的。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在我的市长督导之下，我们对外籍生是有相关生活及工作上的关心关怀的部分。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想说，外籍生为什么是劳工局在做服务？因为外籍生来到台湾，他们有些可以说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赚打工读，赚一些协会，那中间就会牵涉他的劳工权益、劳工福利相关的规定，所以我们就服务外籍生，职业安全卫生最重要。不要说因为来台湾为了打工赚协会而到职场上去受伤，就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另一部分呢，告诉他的相关劳工权益。那另一端，等会要找企业去辅导他。这些外籍生进来之后，相关的规定、相关工作的实施都有规定在，不要违反规定。移民署也进来跟我们结合，因为移民署有他服务的区块，所以他要了解这些外籍生来到台湾。有没有我们台湾的人有没有把他照顾好？所以我们这2个单位说，这样一些服务这几年来，刚好都是移民署跟劳工局2个在服务这些外籍生，那我们也蛮好的。你好，是今日欢收看7月20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台南市今年首次举办的企业自助风灾，顶半年为止，总共有42间企业倒立，因透过消防局的辅导，积极训练员工如何在第一时间防灾灭火。其中为贴上午嘛，已经颁发优良的奖状，还有个较侪企业团体，做为安全大台南来努力。伫消防局的辅导，今年台南市首次举办企业自主防灾，希望透过模拟事故的实际演练，让企业实施装备器材操作，知影如何伫第一时间救灾，避免延烧扩大。为了肯定今年顶半年42间投入的优良企业，甚至成为企业二小的一份子，
20号市长吴英特以颁发种种肯定，强调早期预防的重要性。我们建立起企业防灾能量是最重要的。那企业也陆陆续续有许多今天受表扬的单位，他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建立了这个企业自主防灾，包括他们企业内部的义消，包括他们防灾的一些软硬体设备的建制，这些都是有效的将可能发生的灾害降到最低。也这是我们市府跟企业推动共同减灾防灾的一个最重要的一股新生的力量。企业当中以工厂为主，有病院、饭店、旅馆等等。其中安南病院长嘛亲自出席受奖，感谢消防局的辅导。我们这次很感谢我们消防局，在每一年的这个督导考核跟所谓的防灾训练方面，都给我们不同的情境。那也希望就是说，这个自主防灾的概念能够落实在所有的企业里面。那我觉得只有自救才能救人。那这个一样，只能在火灾的早期的现场能够稍微控制一下，后续消防人员在加入的时候，才能得到一个减少伤害到最低的地步。企业自主防灾嘛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消防局呼吁更较侪企业团体加入，做伙为安全大台南尽一份心力。台湾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天气热热，泉水是真侪人消暑的选择。其中，台南市立游泳池伫整修以后已经开放满月，入场人数突破23000多人。市长委托20号前往关心整建完成的新设施，希望提供市民安全、安心的休闲运动空间。台南市立游泳池过去设备老旧，市府特别向中央争取预算。打造一个适合各年龄层的运动场馆，提供市民大众一个平价又会当消水的好所在。市长委托20号伫体育局长陈良前、议员李启伟等人的陪同之下，做伙到场视察设备甲设施。委托也希望市立游泳池会当成为亲子耍水的好所在，也欢迎市民朋友会当充分利用。不管是游泳，不管是亲子游戏，不管是小朋友喜欢的溜滑梯，其实这个地方大家也知道荒废多年了。那所以说，我们特别的谢谢我们业者能够这个花费巨资来把这个地方整建好，那提供一个平价而且让市民朋友都满意的，大大小小我们今天去看了大朋友小朋友满意度非常高。那尤其在暑假期间、夏天期间来这边玩，真的是非常消暑。那尤其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放电放得很够，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不仅是空间充分利用可以成为一些韵律体操啦，或者是这个孩子的这个活动空间。那户外那好几个池包括标准池，不是标准池，包括这个游泳池，还有亲子戏水的地方都非常充分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地方的整建的好，那提供给市民好的空间，我们也希望大家充分来利用。体育局长陈良前指出。台南市立游泳池透过公司协力的方式，委托民间经营管理，除了市府成功争取体育署补助经费2866万以外，也借经投资超过4000万，希望借由更多元的运动空间的建立，提供市民更加丰富的运动选择。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为了安平笋甲小港仔米粉，虽然经营才4档，不过因为汤头天然美味，受到日本知名的美食杂志报道，嘛，互因已经甲安平出名的美食店家齐名，加上民众到宣传，嘛，互因的生意愈来愈好。日本《地球的布方》杂志是一本专门报道世界各国地方的小吃美食，互日本人用个早出国。找找当地美食的杂志，其中位伫安平路这间孙家小卷米粉，虽然经营才4档，不过因为汤头天然，而登上杂志，大受在地游客加观光客喜爱。小卷米粉呢是属于比较清淡因为我本身手的关系，我也吃了2年的抗生素，所以对一些化学的东西比较排斥，所以我们的汤头都比较属于天然，让你的身体比较不会那么负担那么的重，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小卷是来自于远洋渔船那个传动技术的。我们观光客在地也有，也蛮多的，都蛮支持我们的，都是吃过回来尤其
台中啊、台北啊、高雄、嘉义，他们都会特地过来包，要不然有些出差的都打电话叫我先包一包，他们拿走。安平孙家小卷米粉是建平里面孙俊义甲吴清芬翁仔某共同经营。原本伫个工厂上班的孙俊义，伫个6、7当前，因为倒手加入去卷轴机，治疗的过程因为服用真侪抗生素，造成体质改变，无法度接受加工的调味料或者是食品，敢若会用个食原汁原味。因此，甲太太家己来学煮食。伫个4当前开了一间小食档。期间一边经营，一边调整学习，才互品质渐渐稳定，并且受到消费者的好评。即届登上日本的杂志，甲安平最近的老店共名。孙姓翁仔某认为，将天然的美食提供予消费者，嘛是一种的幸福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生活美学馆上新一栋的活动，以山珍海味作为主题，要邀请大家来体验的是咱台湾社区的母语。该活动规划了布袋戏、台语音乐会、台语绘本讲故事等等，邀请大小朋友透过看戏、听故事，做回来学母语。为着营造一个轻松自在讲母语的环境，文化部邀请台湾南部7个县市42个社区，伫鼓励台南生活美学馆摆搭，用闯关游戏教大小朋友学母语。我今仔日伫讲台语，我感觉足趣味的。囡仔是算了真欢喜啊，就伊大家单位拢会当学的物件拢无共。阮即个活动叫做斗阵搬戏唠台语啊，因为阮是局长，叫做影响新局长啊，所以讲，互大家爱来遮学台语，学台语的款，就是讲用这2个剧本内底的台词去甲大家讲。现场除了社区团体母语特色展示，另外也规划具有特色的饮食文化飨宴，挑选在地食材，创造出无同的创意料理。希望透过饮食文化这种日常生活的展示，让大家体验无同地区发展出的生活美学。语言的活动呢，只是上基层的，一定要交生活一致结合。所以这个结合饮食唔单是咱来结合除了食物食衣住行食物衫已经娱乐，拢一定要来结合，会当来推展咱的在地的母语的文化。台南生活美学馆表示，今年的活动以乡民文化为主题，用看戏、听故事、闯关游戏等方式，让大小朋友熟悉在地文化，让母语会当代代相传。台南新闻综合报道。店市大内就是落来高雄，因为种植面积甲产量拢是全国上济。虽然今年受雨水影响，产期延后，产量嘛减少3成左右。不过为了宣传营养丰富落来，大内区公所宣布今年落来产业文化活动将对7月23号正式登场。桌面上摆上10几种落来，无共品种产期嘛无共款，但今年产量受到欠雨水影响，6个月情形比往年更加严重，产量减少3成左右，陆续将进入采收期。大内公所嘛将伫7月23举办大内落来节活动促销。种植面积260公顷所以伊的产量产面积是咱全国上解决全国。就对啦伊栽种的品质真好那品种嘛真多是伫6月到2月是伊的盛产期那欢迎各位会当利用这段期间入来咱大内来选买坑里落来4月顶顶南上白醋，搁再用海菜包起来，就一道美味的菜色。落来不只当做甜点，买当入菜做料理，重点是非常的营养。吃起来口感非常咕噜咕噜，很好吃吃下去呢，皮肤会变漂亮，咕噜咕噜自己看得也很漂亮，别人看也很漂亮，就会展现出笑容，就是笑容这个幸福果。大内区公所7月23将伫大内公所市场边的农会空地举办大内落来节产业文化活动，除了落来展售，也有相关的趣味活动甲动手体验。
台南新闻军旗采访报道。成立19年的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协会，今年首次甲文化局合办影像展览，要为影像甲文字的记录来呈现基层拍火兄弟的心声。一张的相片，拢是消防员替家己的工作权益所争取的记录。由基层消防员组成的工作权益促进协会，伫今年成立满10天，以火为设定概念，用无同的议题，包括人类工时、业务滥用、基层民主甲消防损失，做一场展览。从今年开始的工时新制，那在我们的工时人力的展区里面，其实就稍微和民众说明清楚了，和民众说明说，我们工时人力的制度未来将会朝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调整，以及我们在2019年消防法的生命三权修法，那对消防员的权益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进步。那包括说生命三权修法里面，包括说资讯权、调查权以及退避权。那在现场如果已经没有这个抢救民众在受困的话，那其实消防员是可以进行撤退的。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里面也包括我们殉职的主题，从2015年的新屋大火到我们最近2023年的屏东殉职案等等的，我们也都有做清楚的展示跟说明。协会伫遮非常有意义的第10天，以展览的形式来讲述创会以来的艰苦。市长王伟摕也特别前往参观，指出对着消防制度的改革是市府爱努力的目标，让消防员会当放心为市民的安全来努力。今天公祭，明天忘记。事实上，我们不会忘记每一个消防员他付出的，不管是伤或死，其实都应该要得到社会的重视，进而对于制度的改革，包括任务的单纯，包括执勤时数的一个合理化，也包括装备设备、人力的调配，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事情。不管是修法，不管是修宪，不管是释宪或修法，其实这是都是我们该做的。展览为今仔日开始，伫台南无缘公会堂展出到7月30号，希望透过展览，让社会各界看到消防员工作的无同面向，并了解每一张相片背后的故事。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庆祝台江建增200档，台南社区大学台江分校结合台江16寮村庙，对今年初规划社神音乐会，并发表歌谣 rap 甲台江厅音乐会，去上千人次参与。同时嘛，用力大庙行学的课程，20号伫台江学习博览会当中，向大家展现因的学习成果。倡议文化、地理、公民学习，推动大庙行合，共同参与台江建增200档。社区大学台江分校规划各种具有台江元素课程，让学员透过艺术学习，将故乡的历史文化甲美好深刻被认识。参像这个夫妇的陶艺品，就是用台江的陶所制作，还有这个罗树皮所做的册本甲册包，以及台江花草拓染、台江印象版画等等。成果内容多元又够丰富。我们也常常会去发掘像虱目鱼啊，这样的图案出来。那用在黑色的土上面做白色的一个雕花的纹路出现。那我们有的学员他也会做类似于像台江的景色，那这样的一个呈现。这其实就是咱灯头做一寡外口常常看种叫落花树哦，这就是落花树哦。落花树的树皮，其实原来是啥呢？你即摆若家己小家卡开了吼，这其实这个树这个心会当开开，就变成安尼一个皮。你即摆慢慢那个卡，伊其实会当为延展性了。敲击的过程当中，然后把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然后透过台江的随处可以采到的这些漂亮的花草，然后去形成一个艺术的一个概念。这个作品的部分的话，我画的是那一个13殿古道的那一个赤桐，对，赤桐树哈。那一个其实我们创作的题材都是跟我就是结合我在台江民俗文化班这边所采集的一些的故事，然后呢就是透过版画的创作，然后把它展现在我的作品上面。除了静态成果展示，这场台江夏日假夏博览会，嘛会当看到弟子班甲舞蹈班共同合作的精彩演出。
音乐伴随着舞蹈，舞蹈陪伴着音乐，这真的是一个密不可分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非常开心的答应了跟美燕老师，我们预计今年就有这个计划，2班合作来为有什么新的作品可以来发表，那也可以让我笛子班的学生，他们除了在只有音乐的演奏学习之外，那借由跟舞蹈班的一起练习当中，那由美燕老师，她可以再教导一些我们在演奏时候的一些肢体的动作。这次选了一首有舞蹈的音乐，叫做《隐形的翅膀》。然后那个隐形的翅膀，它会让这个创作里面是因为让我想到说，我们住在这个台江的土地上，它就像是一个隐形的东西，一直在维护我们。然后如果我们受到觉得说有一点心情不好或怎样，还有我们工作可以打开它的隐形的翅膀，可以保护我们。错过这次的成果发表嘛免伤烦恼，因为伫7月22号伫海尾雕风宫，还有一场更大型、更完整的台江学习博览会。当天会当看到各班级的动静态学习成果。社区大厦台江分校欢迎市民朋友做伙来看展出。大家一起来悠悠台江。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肝是一个无声的器官，特别患有尾型肝炎的人，大约9成拢无症头，所以如果描写无预防肝炎，有可能演变到肝硬化，甚至是肝癌。所以，基于病院建议，只要知有尾型肝炎，一定要定期追踪检查，避免恶化。尾型肝炎的传染主要是透过血液甲体液的传染。传染的途径有可能是母婴的垂直传染，或者是共用枕头、无安全的性行为等。以目前台湾成年人尾型肝炎的带患者，大约占15%到20%。严重的并发症有肝硬化甲肝癌。因此，基于病院肝胆胃肠科的医师陈志信建议，有尾型肝炎的带源一定要做定期的追踪甲检查。其实 B 型肝炎应该是，如果小时候爸爸妈妈曾经有跟你说过，我本身是 B 型肝炎的带原者，那我会建议像这样的人应该来医院做一次性的健检，或者是来胃肠科门诊、肝胆科门诊做一次检验。那其实大部分8、9成的民众是没有症状的，那就是属于我们的不活动的带原者。那如果说今天有出现症状的时候，通常可能一定要立即来就医，因为可能都有一些并发症的发生。我们会根据这个每一个病人的状况，分成不活动带原者，还有活动带原者，或者是说他可能潜在会有一些我们最担心、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是肝癌，就是像肝硬化的人，我们会根据他们每一个人的状况，可能是3到6个月会做一次追踪。虽然台湾对民国75年将尾型肝炎的疫苗列入去新生儿的常规注射，大大降低尾型肝炎带源的比例。不过，医师表示，尾型肝炎的带源者年龄层的分析，40岁以上比40岁以下悬出真多。因此，医师建议，不管是毋是有感染过尾型肝炎的病毒，民众会用到病院做一间完善的抽血检查，或者是超音波，看是毋是有充足的保护力甲抗体。如果无感染过，嘛用个施打乙肝的疫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7月2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